嘿，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垫资聊一聊过桥贷款的故事。最近这个苏州某垫资公司老板，也就是顾老板呢，被浙商银行坑了800万的视频，在这个网上到处传播比较火热。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顾老板有个客户已经在浙商银行贷款了，这笔贷款到期以后这个浙商银行答应客户，只要把钱还了，然后可以再续贷3年，就是你先把钱还了，这笔贷款不就结束了吗？然后你再根据原来这个贷款资料再申请贷款，然后你还能贷3年，那这里面就需要先还进去，然后银行再给你贷出来。那实际上企业没这个钱，那怎么办呢？所以就需要有过桥资金或者叫垫资这个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这就叫过桥，就叫垫资这个专业一点的说法就是过桥贷款呢，作为一种常见的短期融资方式，它一般时间非常短常被用于企业或个人在新旧贷款交替之间的资金周转，其核心还款来源是银行的续贷资金。当然了，这个大家也要知道这种垫资过桥贷款它的风险比较大，它的风控比较麻烦，因为它没有抵押物，所以它的这个资金成本高高风险高收益，所以它会经常出事。这个苏州的这个顾老板他就出事了然后这个顾老板就帮他的客户垫资了800万，也就是过桥贷款800万。结果这个浙商银行玩起了套路，不讲武德，他把那个贷款收回之后他找了个理由，随便找个理由不再续贷了。本来你要续贷这个钱，然后客户会拿着这个钱再还那个过桥资金，结果他一不续贷，那顾老板的钱就扔进去了，出不来了。一怒之下顾老板把浙商银行续贷这件事曝光在网络上，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个贷款中介纷纷吐槽浙商银行不讲武德，对吧？说好了这个要续贷的，结果钱还了你不续贷了。对于银行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情呢，这个贷款中介这些做过桥资金的那是最痛恨。具体的情况我们看看郭老板自己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他这里面有一点我不太理解也就是说那个浙商银行答应给这个他的顾客贷款，不管是800万还是1000万，那都是有抵押物的，不可能是空放，有抵押物。那么现在浙商银行不续贷了，那客户的抵押物还在他的抵押物给谁了呢？也就是说，假如他这个抵押物足额的话，那他这客户可以拿这个做抵押物，对吧？你浙商银行不贷，那我去工行建行杭州银行、苏州银行，对吧？既可以去国有大行，又可以去城商行，或者甚至不行村镇银行吧，利息高一点。就是你只要你原本是给这个浙商银行的抵押物，对吧？只要这玩意足额没有瑕疵，所以这是我比较这个纳闷的地方。是不是说明他这个抵押物本身就有问题？实际上像这个银行出尔反尔，银行是为了自己收回贷款，那他可是什么话都敢说那个客户经理，对吧？贷款经理为了把这钱收回来，给你拍胸脯打包票，没毛病这个顾老板呢手上没有什么证据，所以他没有选择起诉这个浙商银行。这个同样的事情呢发生在这个福建福州，也是从事这个过桥业务、垫资业务的，叫林某和林老板。这个林老板和这个叫民生银行福州分行，他们之间的故事和这个顾老板和浙商银行故事差不多。但是人家林老板就把民生银行给告上法庭，结果他官司还赢了，法院判决民生银行你得给人家这个做过桥资金的这个林老板赔钱。这是怎么回事呢？故事的起点是一家超市不是网红超市我看网红超市最近这2天又开始搞事了好像消停了1个月还是半个月，或者是1个多月吧，没怎么上头条了，没怎么上热搜。最近好像又频繁上热搜这不上热搜就难受是一家叫兴旺超市的，它与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有一笔贷款这个事情10几年前2011年5月，这个兴旺超市实际控制人叫林某景，也姓林林某景。那么他以这个公司名义向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申请了最高授信额度940万元的贷款，约定授信期限至2021年5月23号，也就是1年。为了获取这笔贷款呢，那他就需要给抵押物那这个林某景他自己没有抵押物，但是他同时担任福州市鼓楼区红山镇城
城关经济合作社，也就是城关经合社啊书记，他利用这个职务便利啊，他把合作社的有8处集体房产抵押给银行办理抵押登记，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是犯罪啊，他是城关经济合作社的书记，那这个是集体的资产，或者是对吧街道的政府，然后他把这个名下的8处房产抵押给银行，然后从银行贷款940万，用于他控制的这个兴旺超市啊。这笔贷款刚放下来不久啊，这个林某锦就事发了，估计被人检举揭发了吧，或者举报，那这不就是涉嫌职务侵占吗？2011年10月，他被开除党籍，并被免除城关经合社书记的职务。然后这个专案组啊，或者叫工作组进驻合作社以后啊，发现这个林某锦擅自将集体房产抵押的事实，当即要求解除抵押，归还房产。那这个林某锦呢，他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过，这不就为了主动嘛，宽大处理，所以他也想着啊，配合怎么样把这个集体的房产给解押归还给集体，那他这一就没有造成损失。但是他这个贷款940万，他没钱还呢，你没钱还，银行是不可能给你解押的。同时啊，这个兴旺超市的贷款也开始逾期了。2012年3月20号，民生银行福州分行以兴旺超市未按期归还部分贷款为由，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收回本息并实现抵押权。这民生银行就要把这个兴旺超市以及林某锦给起诉了，然后他要处置这些抵押的房产。这个时候陷入困境的林某锦呢，那他就急需一项服务，对吧？叫垫资或者叫过桥，也就是他要拆东墙补西墙，因为他知道啊，只有先还清到期贷款，然后民生银行才会给他解押这个公家的房子或者集体的房产，这样他的罪就轻一点。所以他就经人介绍找到了从事这个做过桥资金、做这个垫资的林某和林老板，这2位林先生啊，就在一起开始洽谈，以每月2%的高额利息，每个月2%呀，一年就24%啊，这妥妥的高利贷啊！他就跟林老板说，一个月2%的利息，然后我借你的1000万，用于续贷周转，也就是说垫资，我把垫下去之后，我把钱还给民生银行，然后民生银行到时候也把钱再贷给我，我再把这钱还给你，然后一个月给你2%的利息，1000万一个月，那就20万了。然后他说5天后即可用民生银行的新贷款归还，也就是垫付时间是5天。那这个林老板对他来说，这是他的业务啊，对吧？他有他的流程，对吧？这是他的日常业务啊，他就是做这个事的。所以说这个林老板一看妥了，那就去进行这个备调吧，尽职调查。为了核实续贷的真实性，林某和就林老板委托公司员工黄某前往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的经办行长经办行长乐支行了解情况，对吧？你不是说民生银行要给你续贷吗？这个林老板亲自派人去核实有没有这回事，有这回事我就给你贷，给你垫资，对吧？没有那就算了。2012年4月20号，这个林老板的员工黄某在长乐支行见到了贷款经办人林某，又一个林某啊，反正那个福建是不是姓林的多啊？林某2作为银行工作人员，这个林某2向黄某出示了兴旺超市的贷款资料，并称林某锦是城关经合社现任书记，只要在5月23日授信到期前还清欠款，无需重新审批授信。支行行长及分行均承诺支持这笔贷款，上报当天即可放款，最多不超过2天，对吧？这个林某锦向林老板承诺的是5天，结果林老板派人到银行一问，银行说顶多2天就给你放款，那这风险不就更小吗？你只用担心48个小时就够了，对吧？你这本金就回来，你就赚钱了。基于银行的承诺，林某和打消了顾虑。2012年5月21日，他与林某锦签订了借款协议。次日，通过第三方账户向兴旺超市在民生银行的账户汇入1500万。然而，资金到账后，民生银行当即扣除944万余元，用于偿还兴旺超市的到期贷款本息，却以担保物存在瑕疵为由拒绝续贷。这个民生银行他的贷款一收回之后，他马上就不续贷了，理由随便找了一个对吧？担保物有瑕疵，贷不了。那这个林老板他往这个林某锦的账户上打了1500万，被民生银行扣掉940万，那林老板只收回了555万，扣除预先支付的利息和后期退款后，尚有919万元本金无法追回。那这个林某锦他不是那个刑事犯罪了吗？2015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邢某锦
作出刑事判决，判决林某锦犯诈骗罪，退赔被害人林某和经济损失919万元。这个林老板在该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作出后，因未获退赔，提起民事诉讼，以民生银行福州分行配合林某锦隐瞒事实，诱骗林某和提供借款为由，要求民生银行返还扣划的款项，并赔偿利息损失。这个林某锦，对吧？虽然被判了这个叫诈骗罪，但是他也没钱。这林老板919万，这个钱没有着落啊，他也不能指望着林某锦还，对吧？林某锦在坐牢，在登缝纫机。所以这个林老板一想啊，这不是你民生银行骗我吗？对吧？你民生银行跟这个林某锦合伙骗我，所以你民生银行该赔钱。所以这个林老板，对吧？一转头就把这个民生银行给告了。你看这个和这个苏州的顾老板就不一样了吧？那么，关于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在林老板出借款项1500万给林某锦的借款中，这个民生银行是否构成了欺诈，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林某和林老板的这个理由也很充分啊。他说，这个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对兴旺超市放贷时存在抵押、瑕疵等诸多违法违规行为，为了收贷及转移风险，以转贷续贷为由，动员怂恿林某锦对外借款还贷。该行与林某锦恶意串通，在林某和考察及转贷付款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并提供虚假信息，欺诈林老板转入资金，并趁机划扣收贷。随后又以其故意隐瞒抵押瑕疵为由，不同意转贷放款，属于蓄意欺诈收贷行为，应依法返还该笔借款并赔偿损失。那民生银行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民生银行啊，人家抗辩的理由也很简单。第一个，你这个林老板啊，你跟这个兴旺银行没关系啊，就是跟那个民生银行贷款，这是民生银行和兴旺超市的事情，跟你林某和没半毛钱关系。我们俩之间啊，没有经济，没有合同，没有任何协议。银行甚至说啊，办理贷款业务时从未见过林老板。那个黄某啊，虽然声称是林老板的员工，但是也从未出示委托代理文件，就谁知道他是谁啊？也就是民生银行与林老板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第二个呢，银行不存在欺诈行为，更不存在共同侵权的行为。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林某二表述仅是支持续贷上报，并非保证续贷，也就是并不是说银行保证会给他续贷，只是说我们争取。且银行对晨光金合社的抵押仅负刑事审查义务，抵押物瑕疵不影响原贷款效率，银行没有欺骗动机。然而反过来指责这个林老板啊，出借资金是为追求高额利息，其期待用新贷款偿还旧债的想法本身就违反银行贷款用途规定，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银行反过来啊，倒打一耙，说你这个垫资啊，然后靠新贷款去还垫资，这个是违法的，对吧？违反了贷款用途。我民生银行给这个兴旺超市贷款是给他经营用的，不是给他来还你林老板这个过桥资金，这个本身就违背了啊银行贷款用途的规定，属于知法犯法。我们银行怎么可能干这事呢？那么法院怎么判的呢？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啊，他支持了民生银行的这个说法啊，认为这个林老板出借资金是为追求高额利息，与银行行为无因果关系，故驳回其诉讼请求。也就是一审法院啊，支持了民生银行的这个观点。那按照这个武大图书馆这个性骚扰案件啊，那林老板就不应该上诉，你要上诉呢就属于诬告。但是这个林老板他就不服啊，他就要诬告，对吧？一审败了，他要二审，对吧？他把诬告要进行到底。所以这个林老板林某和啊，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再诬告。结果这个高级人民法院把这案子给翻过来了，诬告又变成什么？变成他有理了。你说这叫什么？一审败诉，败诉不等于诬告，对吧？这个我一直说啊，这个民事官司啊，他就是打的是证据啊，不是客观事实。你证据足你就赢了，但事实是不是那个事实呢？不一定。完了之后还跟本院认为有关系。你看啊，他这个二审啊提交的证据和一审是一样的，他没有新证据。但是二审法院他的看法就跟一审法院不一样。那二审就说，对吧？支持林老板，那你能把一审法院的法官打一顿？你要追究一审法官责任吗？二审法院指出啊，民生银行福州分行作为金融机构，为了收回贷款，在明知晨光金合社不可能为续贷提供担保，对吧？这本来担保就是错误的啊。然后这个兴旺超市续贷无望的情况下，
仍然受益并怂恿林某锦对外借款，向出借人就是向林老板受托的黄某隐瞒林某锦已被免职，城关经合社要求撤回担保，银行已经起诉收贷的事实，也就是隐瞒了这么多事实，并向黄某虚构可以续贷，存在故意告知出借人、受托人黄某虚假情况，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也就是这个民生银行的这个业务员叫林某二呀，他当时在那个时点，他完全知道兴旺银行是没有办法续贷的，因为他的这个抵押物是非法的，对吧？第一次你不知道，在续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吗？第二个，在续贷的时候，那个民生银行已经把这个兴旺超市和陈某锦给告上法庭，对吧？说他这个拿着这个公家的这个或者集体的财产来做抵押，然后在这个黄某来被调的时候，那个林某锦都已经被立案调查了，而且也不是书记了，职务都免了，但是这个林某二还是坚称他还是这个什么经合社的书记，还是什么，对吧？就是隐瞒这么多事实，这就构成欺诈。而林某和就是林老板之所以出借1500万元款项给林某锦，正是基于员工黄某的考察结果，认为兴旺超市贷款虽然到期，但银行同意续贷，其可通过短期的资金过桥，从中获取高额利息回报。这个二审法院特别提到，虽然根据国家银监会的相关规定，贷款的资金用途应用于借款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周转，但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将贷款用于偿还借款的现象并非没有。兴旺超市前期在民生银行福州分行获得贷款后，实际将大部分贷款用于偿还林某锦个人对外借款，便可证明该事实。也就是民生银行第一次给兴旺超市贷款，那个钱也不是用在兴旺超市经营上面，而是用在这个林某锦的，对吧？他的借款也是还借款，都是借新还旧啊。因此，林某和有理由相信，若续贷成功，其出借款项的偿还具备保障。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承诺可以续贷的行为，与林某和最终同意出借1500万元款项给林某锦用于还贷的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二审法院认定，银行与林某锦恶意串通欺诈林某和出借款项的事实成立，判决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对林某锦退赔919万元本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以刑事判决未涉及利息为由，未支持林某和的利息请求。也就是民生银行要负责还这919万的本金。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案子是福建高院二审以后最后这个案子最高人民法院还提审了。也就是这个案子，因为它有这个叫指导意义吧，或者叫判例。你要这么判的话，以后很多这个过桥资金还有垫付的跟银行之间这种争议那非常多那人家都会这么判。所以高院对这个案子进行提审，结果高院提审以后也支持了福建这个高院的这个审判。关于林老板的诉讼资格，最高法院明确他说林某和是实际出借人，资金流向清晰，其余案件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刑事案件虽判令林某锦退赔，但并未禁止被害人向其他责任主体提起民事诉讼，林某和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你看看虽然这个案子有刑事在前，但是这个刑事判决并没有说对吧？这个林老板你不能再追究其他主体的责任，你只能找这个林某锦冤有头债有主，你只能找他赔。第二个是最高法指出判断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应当从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欺诈的故意、损害的后果、因果关系4个方面予以考量。首先，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存在程序虚假信息、隐瞒真实信息的欺诈行为，且具有欺诈故意。林某二作为贷款经办人，在明知林某锦被免职、城关经合社撤保、银行已起诉的情况下，仍向黄某虚构续贷无需重新审批，当天即可放款等事实，存在故意欺诈，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法律后果福州分行应由民生银行承担。其次说，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的虚假陈述和隐瞒事实，造成了林某和的损失。在兴旺超市偿还民生银行款项后，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必然给兴旺超市发放新贷，是林某和决定向林某锦出借款项的重要事项。正是由于银行的欺诈行为，林某和才相信只要在2012年5月23日前还清旧贷，就能获得新贷，在此基础上与林某锦签订借贷协议，进而造成借款无法清偿的损害后果。更关键的责任范围认定，最高法纠正了二审关于侵权形态及
责任性质的认定，明确民生银行的欺诈行为具有独立性，不应当与林某锦所实施的诈骗犯罪行为作为一体看待。什么意思呢？就是林某锦的诈骗是林某锦的诈骗，你这个民生银行的欺诈是你一个独立行为。他这个意思就是林某锦这个欺诈他已经受到了刑事惩罚，但是你不能用林某锦这个刑事惩罚来约定来限制民生银行的欺诈。那这个认定就导致什么呢？却导致了这个本来福建高院判的民生银行只用还本金就行了，919万的本金你赔，利息他不支持。结果最高人民法院他认定你这个民生银行不仅要赔本金919万，连利息都要赔。本案中，由于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和林某锦欺诈行为，导致林某和出借的款项不能得到偿还，林某和所遭受的损失，除实际出借款项本金外，也必然包括相应的利息损失。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林某和赔偿这个本金919万，以及自2012年5月23日至2016年10月20日期间的利息。你看就这么一个民事纠纷，对吧？他没有提供新证据大家有没有发现对吧？福州中院判林老板输了，林老板不服，继续诬告，告到福建高级人民法院，福建高院对吧？根据这个事实一审，认为林老板是对的，民生银行要给林老板赔本金。结果这个案子被最高人民法院给提审了。最高人民法院不仅判决民生银行要给林老板赔本金919万，你还得赔利息。为什么这个咱们要介绍这个案子？实际上让大家知道，这个民事对吧？不仅要打证据，还得看法院怎么看。这纯粹是本院认为，就是我就这么看的，你不服是吗？你看事实是不是一个事实事情就这么一个事情，3个法院3种判法，这叫民事官司。那个武大的图书馆那个性骚扰其实一样，你这要是民事官司那就纯粹是证据和本院认为，你同样的证据你一审法院认为是构成了性骚扰，但是2审法院完全认为这不构成性骚扰，这都没毛病或者是一审法院认为不构成性骚扰，但是2审法院认为构成了，因为本院认为所以我一看到很多人在那炒作什么诬告还有很多律师在那里带节奏这就纯粹就是一群聪明人骗子在骗那些8到15岁智商的人，来逗他们玩，搞流量狂欢。我们再回到这个垫资过桥贷款，这个说到苏州这顾老板如果顾老板手上有证据证明了这个浙商银行欺骗了他，那他完全可以拿这个判例去告那现在就是打证据，就是顾老板你在那说这么多没用，你手上有没有证据，对吧？只要有证据，证据过硬，你就可以去告。这个最高院已经把这做判例了，只要那个浙商银行在你做过桥的时候，他给你承诺了，说我一定会给他放款，最后他又不放款，这就是非常好的案例。最后我们再说一下由于现在这个经济形势越来越差，银行出于本能都想降低不良，所以他在想方设法把那个贷款要收回来，对吧？过去放了很多贷款都有瑕疵，对吧？担保物、抵押物有问题，银行清楚所以银行为了降低不良，一定会千方百计的把这贷款收回来。收回来实际上就是减少流动性就是他贷回来，他把收回来之后他不往出放，那就相当于这些企业本来就难你想想，然后他相当于抽血，这本来企业现金流就困难，然后银行还要抽贷抽血，那企业就要完蛋。企业一完蛋，那企业也不是一家银行贷款，那企业都好多家贷款，对吧？它好几个银行贷款，你这家银行不讲武德抽贷，企业一黄，其他的银行也跟着后面倒霉。这个对银行来说有个词叫囚徒困境，就看谁先跑，先跑的能占点便宜，但是其他人就倒霉了，没跑的就倒霉，对吧？那些反应慢的银行就吃亏，不良贷款就上去。所以我觉得往后这种现象叫过河拆桥，你不是过桥吗？人家过河就把你桥给拆了，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给那些做过桥做垫资的老板呢，你把这个案例好好研究研究，对吧？下一次你到银行去做过桥的时候就录音，对吧？你们到底能不能放贷款？如果他承诺了能放，结果不放，那你就可以告他。如果他说的比较模棱两可，说我这个还审批，那你就考虑考虑吧，这风险很大。总之这个随着这个经济低迷，随着这个社会上资金越来越少，对吧？流动性越来越差，因为大家都把钱往银行存钱都不出来。知道为什么万科不停的需要深圳地铁去救吗？因为他就是没有现金他房子卖不掉那怎么办？那只能大股东帮你垫钱，银行也不给他借嘛，银行还要抽贷，对吧？到期你赶紧还，那只能大股东给他输血。你现在那么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谁给你输血没人给你输血，对吧？经营状况越来越恶化，完了这个银行一看到这个时候，银行是晴天送伞下雨天他一定要收伞，这是银行的特色。所以你企业越缺钱的时候，银行越要他为了自
自己的这个安全呢，他越要把你钱收回来。所以接下来是吧，那就是连环爆，中小企业暴雷会进入加速。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